咁就攞第一隻陀螺出嚟打，你攞邊隻？鳳凰，之後黑龍。好啦，嚟啦，好 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好啊，呢度1分，咁然之後就會攞第二隻陀螺出嚟打，係啦，攞第二隻陀螺，好，鯊魚，蜘蛛俠，好，咁而家1分先啦，你已經，我睇下可唔可以一次過攞2分先，好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哇，飛走咗喎。2分 OK。係啦，咁然之後我攞2分啦，咁就而家又要攞第3隻陀螺啦。咁即係1、2啦，而家我攞多2分咧，咁就可以咧咁就贏㗎啦。好，屠殺，唔係毒液，再加呢個子彈。好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空中爆咗，叫再拍過。OK。係啊，空中爆咗，因為。好啦，好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真係爆咗，我爆裂。呢度2分先，即係咧而家你就變相咧，你會3比2，即係你而家爭1分，咁就贏㗎啦。咁而家又再攞第2隻陀螺啦，而家要再攞第2隻陀螺，家陣啊！我裝翻後邊，好，嗱，我攞翻呢隻黑龍，好，蜘蛛俠，蜘蛛俠，好，嚟啦，好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我自炒咗，咁樣就我要重新嚟一次。如果呢次都唔得嘅話，咁啊我直接輸。呢個就。好啦 ，OK， 好，嚟多次，好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隨便6號，輸咗。唔係，我3-3啫，大家都係3-3。咁而家咧就再攞一隻陀螺，而家就，咁我攞呢隻。蜘蛛俠。要攞第二隻，要攞第二隻，係啦，鯊魚，係啦。黑龍。你呢隻毒液，好，3、2、1，Go shoot！ 喂，唔係啊，你贏咗，啱啱好 OK 完咗 ，OK。好嘢指教。